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中山置業房探長頻道，我係阿 Ken 啊。而家售樓部嘅套路呢，可以話係層出不窮、千變萬化㗎。咁準備拎百幾200萬嚟中山呢邊買樓，甚至係北上置業嘅街坊朋友呢，呢條片你一定要睇晒啦，一定係對你幫助好大㗎。如果呢條片睇唔完嘅話呢，你就可能會被售樓部入邊嘅銷售套路而導致中伏啦。咁今日阿 Ken 我呢，就以一個10年開發商銷售嘅身份，同你將開發商入邊明刀明槍嘅套路、暗箭難防嘅陷阱呢，一層一層同你剝開佢俾你睇。相信你睇完呢條片之後呢，你去買樓嗰陣時就唔使俾銷售當正水魚咁撳住嚟砌啦。同時大家都可以訂閱阿 Ken 嘅頻道，收藏呢段影片。你買樓嗰陣時呢，再將呢條片拎出嚟睇一睇，對比一下，咁樣你就可以做一個精明嘅購房者啦。首先咧，你行入售樓部門口，如果你係自己去嘅話咧，佢肯定要你登記電話號碼嘅，甚至乎咧，佢仲會要你收一個驗證碼嚟驗證你啱先所登記嘅呢個號碼係堅啦定係流嘅。一旦你登記咗入去啦，後期就會有源源不斷嘅人打電話嚟騷擾你，嚟銷售你不同嘅樓盤，嚟不斷咁轟炸你。呢個咧真係比較滋擾㗎。但係如果你同中介去睇咧，就可以完全免去呢種煩惱，因為佢只可以聯繫呢個中介，而唔係去騷擾你。咁入咗去售樓部之後咧，你就行入少少就會見到一個區域圖嘅。區域圖上面嘅屋苑附近咧，會有好多密密麻麻嘅小點，譬如有商場啦、學校啦、公園啦、地鐵口啦，甚至高鐵站呢啲等等嘅生活配套或者係交通配套。咁呢啲配套咧，睇起身好似離屋苑好似好近咁，實質上咧，你行過去分分鐘要成個鐘時間先可以去到㗎。咁呢個時候你就會問銷售咯喎，咁我去呢個高鐵站幾遠啊？去呢個商場幾遠？銷售咧就會用一個好模糊嘅距離、好模糊嘅時間嚟搪塞你，甚至乎咧就同你講直線距離啊。咁咩叫直線距離咧？就係點到點啊，即係唔需要得紅綠燈，直接叫你飛過去咁解。所以咧呢個時候你就要自己打開個地圖嚟睇睇，核實一下呢個配套係咪真係存在嘅？呢個學校係咪真係有嘅？甚至乎啊，你仲可以自己打的過去嚟睇睇，嚟測試下佢嘅真實距離同埋真實時間究竟係幾遠。千祈唔好俾銷售水咗你啊！咁睇完區域圖之後啦，銷售會帶你去睇下呢個樓盤嘅模型。咁樓盤模型咧，同真實情況就肯定係有差別嘅。樓盤模型嘅樓間距咧，會比真實嘅要寬好多。佢就一口咬死你係冇辦法去測量呢樣嘢，只可以用眼去感受。第二啦，如果一啲賣完或者係未賣嘅棟數啦，佢一般會用一個水晶體嚟代替。咁用水晶體嚟代替咧，佢嘅好處就係可以弱化佢在售嘅呢一棟樓嘅光線啦同埋景觀嘅影響。咁你就蒙在鼓裏啦，咩都唔知。第三啦，就係小區周邊嘅一啲不利因素，譬如污水處理廠啦、變電站啊、墳場啊或者垃圾站之類嘅嘢，佢都唔會標注喺個沙盤模型上面嘅。甚至乎佢標注都好啦，就係用斗零咁大嘅字嚟寫寫就算㗎啦。即使你好認真去揾啊，你用放大鏡去揾，你都不一定揾到呢個位置喺邊㗎。阿 Ken 咧就見過沙溪有一個樓盤咧，佢買樓嗰陣時咧，sales 就冇同個客講嗰啲不利因素，點知收咗樓之後啦，陽台正出去對住就係一堆墳墓啦。咁你話啦，如果你真係碌卡交咗錢收咗樓，見到呢啲嘢嗰陣時喊都冇眼淚啦。所以啦，喺睇樓嗰陣時啦，你一定要叫銷售攞一份不利因素介紹啊，甚至乎啦，你可以去周邊嗰度行行，確保係冇呢啲不利因素嘅，到時再交錢啊都唔遲㗎。銷售帶你睇完小區模型之後咧，跟住落嚟就係帶你睇樣板間嘅。一入到示範單位咧，你就會覺得好大、好靚，幾百尺嘅嘢，開發商可以同你裝到成1000尺嗰種感覺。當你好想碌卡嗰陣時，先停停，聽下傾跟住落嚟嘅呢一番話，可能咧你會有唔同嘅諗法。首先要睇睇你睇嘅呢個示範單位同你買嘅呢個戶型係唔係同一棟樓、同一個單位。如果唔係咧，異地樣板間嘅面積咧一定係偏大㗎。
記住異地樣板間一定係偏大嘅。你以為你買嘅面積係一模一樣嘅，實質上咧，等你收樓嗰陣時，你就會發覺細好多啦。呢個時候咧，你就會問啦，咁點解明明買嘅一模一樣，睇嘅都係呢個面積段啦，點解收樓會細咁多呢？因為開發商喺建呢個異地樣板間嘅時候咧，個牆體稍微做薄少少，個面積咧做大少少，呢度偷少少面積，嗰度又偷少少面積，咁偷下偷下咧，其實佢就會變大好多噶啦。所以咧，眼見不一定為實啊，而且咧，異地樣板間咧，開發商一定會選一個光線好充足、景觀好靚嘅呢一個樓層嚟做呢個示範單位嘅。所以咧，你買嘅同呢個示範單位咧，就肯定有少少出入嘅，呢個要有心理準備啊。即使你睇嘅呢個示範單位同你買嘅同一個單元都好啦，下面呢4個字咧，可能都會令你損失慘重㗎。就係請勿作惡啦！你以為開發商驚你坐爛佢張凳定係坐爛佢張床啊？錯晒啊！講真啦，一張床、一張凳值咩錢啊？開發商咧係驚你篤穿佢所有家私電器都係定製嘅呢一個秘密啊！餐廳同客廳嘅呢啲枱枱凳凳啦，甚至乎個梳化你坐落去個大髀咧，可能都係凸咗出嚟嘅。咁去到主人房或者房間入邊嘅床咧，就一定係定製嘅。你睇落去咧，好似係長2米，實質上咧就冇咁多嘅。你瞓落去咧，隻腳可能都會突咗出去張床出邊㗎。最緊要咧就係個衣櫃啊，因為佢為咗要顯得佢嘅空間感比較強、比較大，所以個衣櫃咧一係咧佢就做到好細，好細嘅衣櫃咧佢就肯定唔會放衫嘅。即使個衣櫃放咗衫都好啦，佢嘅衣櫃門就一定係冇做嘅，所以佢嘅空間感咧就顯得會比較大啦。如果你俾呢啲示範單位嘅靚，佢呢啲空間感而蒙蔽咗雙眼咧，忽略咗阿 Ken 啱先所講嘅呢個細節，咁樣咧就可能會俾開發商嘅套路導致你中伏啦。睇完示範單位之後啦，自然而然咧就會去售樓中心計價嘅。咁最新嘅套路就嚟啦，銷售小姐姐咧佢就攞份計價單同你計下月供係幾多啊，同埋首付要俾幾多。通常咧佢就會俾2個樓層俾你揀嘅，樓層高少少咧價錢肯定貴嘅，樓層矮啲咧個價錢係平啲。用呢個咧嚟試探你對價錢嘅接受度，同埋你對呢個樓層係唔係滿意。如果你係睇唔啱，亦都唔還價嘅情況之下咧，咁你就自然而然會攞住份計價單同個樓書就走啦。如果你稍微有少少興趣，想深入了解咧，問佢有冇折扣或者有冇家私電器呢啲贈送，甚至乎咧你同佢講呢個樓層我唔啱啊，想換一個樓層，跟住咧佢就會同你講折扣體系咧都係開發商定㗎。要揾樓細，要揾領導嗰邊額外去申請嘅。等你落實好其他啦，我再同你去申請。咁樓層方面咧，佢都唔會即刻覆你㗎，佢會同你講，我要入系統嗰邊查一查，因為唔同樓層唔同價錢，佢對應嘅首付款啊、月供啊都係唔同嘅。講完之後咧，佢就會即刻反問翻你啦。咁你嘅首期款可唔可以喺規定時間內俾清啊？比如5到7日，佢借此呢一樣嘢咧嚟試探下你，係咪真係想買？資金咧係唔係充足嘅？所以通常你問嘅問題咧，都要用佢嘅問題嚟回答翻你嘅問題。呢種情況咧就係處於一個雙方博弈嘅狀態啦。當你確實睇啱呢個樓盤，睇啱呢個單位啦，準備上買啦，咁到第3步啦，就係討價還價啦。咁你去街市買棵菜都要講下價啦，何況你買層樓先。咁到呢一 part 咧，最深嘅套路就嚟啦。你時不時咧就會聽到揼金蛋嘅聲，放禮炮嘅聲，噼哩啪啦嘅，可能入邊嘅聲音咧有啲真係成交咗嘅，但係更多咧可能係演員做咗一場戲俾你睇。呢個時候咧，銷售就會同你講啦，快啲做決定啦！我嗰邊同事已經買咗間㗎啦，同你差唔多價錢㗎啦，睇啱就快啲落手啦。所以呢個時候咧，你一定要冷靜，唔好俾呢啲聲音而蒙蔽咗雙眼。最後講到價錢方面啦。銷售咧對折扣體系肯定係好了解嘅，通常咧佢肯定會喺價單上面留一手，留翻啲折扣俾自己揸住嘅。咁你同佢劈價嗰陣時啦，佢就好攞呢啲折扣同你對線啊，同你進行一個拉扯。當你還價係低於成交底價嘅情況之下，即係我哋所講嘅穿底，冇辦法以呢個價錢成交啦，佢就會不斷咁同你拉扯，而提高你嘅心理價位，最後達到成交。咁如果啦，你還價係喺折扣體系內係可以成交嘅，
咁佢都唔會即刻表現出好想成交嗰種感覺，佢會表現出好難做啦，咁啊借啲意攞你張身份證去同領導嗰邊去申請，實質上咧就並唔係申請價錢嘅，佢可能會去邊個地方飲啡啊，或者出去煲支煙咁樣，10到20分鐘翻到嚟之後就同你講啊，價錢已經申請咗啦，可以去碌卡啦。咁你咧又滿歡心喜咁樣去碌卡啦，你以為你慳咗好多錢啊？實質上咧，你成交嘅並唔係呢層樓嘅成交底價，所以啦，未經過好大限度嘅拉扯所得嚟嘅成交價咧，佢肯定大概率就唔係底價嚟嘅。如果想買樓唔中伏，又唔想俾人騷擾嘅，最簡單、最直接、最有效嘅辦法咧，就係揾一個專業、有能力、信得過嘅 agent 帶你去睇樓啦。佢會幫你分析呢個樓盤嘅優劣勢，呢個環境適唔適合你，周邊嘅生活配套夠唔夠你用，甚至乎咧佢同你分析周邊嘅粉塵啦、噪音對你影響大唔大。買樓呢樣嘢咧，你冇睇到嘅，往往比你睇到嘅係更加重要㗎。你碌卡同埋你交錢嘅嗰一刻咧，可能係因為一個好豪華嘅會所，一個好無敵嘅景觀，甚至乎係因為呢個樣板間嘅裝修咁啱符合你嘅個性、你嘅性格，你就落訂碌咗卡啦。但係你要更關心、更在意嘅係日後收咗樓之後嘅隱性問題啊，譬如係交通啦、生活便利性啦、工程質量啦、周邊係咪有噪音，甚至乎係日後嘅物業服務咧，樣樣你都要考慮清楚，你都要諗清楚啊。一個好嘅 agent 咧，佢逐樣拎出嚟同你逐樣去分析樓咧，佢又冇樣樣都係好嘅，但係佢亦都唔係全部都差。一個 agent 佢只係同你講好嘅。又或者佢只係同你講差嘅，呢個大概率咧就唔係一個好嘅 agent。平咧有平嘅道理，貴咧有貴嘅理由。並唔係話所有貴嘅樓盤、貴嘅屋苑先係最好嘅，適合自己居住嘅屋苑先係最好嘅。對於各位街坊朋友嚟講啦，嚟中山買樓相當於人生嘅第二個起點。咁你中山買呢層樓咧，並唔係為咗發達，博呢層樓升值有幾多嘅，而係為咗買一個安樂窩。希望阿 Ken 今日呢條片咧，對你日後買樓係有幫助嘅，可以幫到咁多嘅街坊朋友喺買樓嘅過程中咧，避開可能會遇到嘅陷阱，順利買到自己喜歡、自己中意嘅物業，開啟中山嘅舒適生活。如果呢一期節目嘅內容咧，對各位街坊朋友係有幫助嘅，可以俾個 like 支持一下阿 Ken，亦都可以將呢條片轉發俾你嘅親朋戚友。阿 Ken 會定時 update 翻一啲中山買樓嘅避坑指南，同埋你買樓路上可能會遇到嘅陷阱。有咩唔明白嘅，可以通過電話或者 WhatsApp 隨時可以聯繫阿 Ken。阿 Ken 咧係24小時on call 嘅。咁我哋呢一期節目咧就到呢度差唔多接近尾聲啦，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